彰化南天宮的18站地獄吸引袂少人來參觀來體驗，不過最近是有民眾發現講，這票價是已經起10塊。廟方表示，這內底機關甲設施年久月深，愈來愈舊，維修的成本甲營運的成本增加，高不離中才來起價。大人帶囡仔入去彰化市南天宮的18站地獄電動場景，才行入去，囡仔就予特殊效果驚到。你的手在冒汗了，你的手在冒汗了。囡仔甲爸爸的手牽條條，看到內面的人翁仔和地獄的規則啊，用各種刑法佇咧處罰，搭配燈光效果，看起來真驚人。彰化市南天宮的18站地獄是彰化人成長的基地，當年的舊曆設計攏有真濟人來吃，不過最近來這人發現票價起10塊。便宜，對，還算便宜。應該在其他地方應該看不到。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。應該合理吧？現在物價就一直這個地方太小了啦。哦，地方太小了啦，真的太小了。真濟人攏講安尼算合理，鹽母也講，因為年代久啊，這種景點怎麼較無吸引人？廟方也講，因為翁仔甲設施較舊啊，若是愛保養。然後歹去時陣也怪修理，怎麼各項成本攏佇咧起，票價無地起，實在無法度擱動落去。電起價、人工起價，遊客少。營運成本的對了哈。無夠。那這也是很多這個算是舊景點，它必須經歷的過程。那它的價格調整，還不是為了要賺很多錢，從票價來着手。其實也不一定能完全解決問題了哈，大概必須要因應現代的一些趨勢哈來做調整。學者講，像這種老景點，若要繼續維持落去是無啥容易。除了像安尼小可起票價來平衡收支，也建議會當將附近一個八卦山景點的特色，規個串聯起來，辦一寡活動加適當的活化，用集體合作的方式經營。若是會當改善經營的效果，也當保存彰化人的基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